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6月14號就是個80歲生日啊！伊最近做這個健康檢查，伊做完了，家己感覺真有自信啊！伊喺網絡發文啊，伊講結果真完美，伊個人真健康。不過外界所發現的總統啊，你的手頂頭這烏青的痕，哪會這麼明顯？不只是安尼，看伊的腳哦，伊這個腳肉啊，規個腫起來啊！所以包括伊的手，包括伊的腳肉，外界攏開始咧煩惱，這是什麼問題咧？6月31號，美國總統川普行出白宮，坐專車去華府附近的華特里德軍病院進行3點半鐘的健康檢查。CNN 日報講，這擺是川普第2任就任以來第4擺的健康檢查。伊事後有寫文章講，檢查結果一切完美。不過今年6月未滿80歲，伊互人看到伊腳肉整整，引起外界對伊身體健康的猜測。And at that point, the diagnosis was chronic venous insufficiency. And what that basically means, Aaron, the heart's pumping blood, blood goes all over the body, including to the lower limbs and legs. If it doesn't return, fluid can start to pool. 除了腳汗水，川普的手盤嘛烏青，專家講這是因為川普為了預防心血管的疾病，長期食劑量是一般人4倍阿司匹林所造成的。另外，CNN報講，川普時常佇開會時拄久，要不到暗時，煞真骨力佇社群鋪文章，好親像嘛有困眠的問題。What is unusual is to fall asleep when you're talking to someone directly, one-on-one. That's what's unusual. That's what all the sleep doctors said. 川普自認為身體真勇敢，真熱行程照走，不過原定27將佇大醫院舉行的內閣會議，因為天氣無好，決定改回白宮舉行。有關美的衝突，伊攏指控美軍違反停火協議拍傷船，甚至閣公布軍方拍掉美國死神無人機畫面，並且向一台全球鷹無人機以及一台 F-35戰鬥機開火。واقعیت قضیه اونها اصلا تصور نمی‌کردن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قدرت دفاعی ما و سیستم آفندی ما بتونه چنین کارهایی رو بکنه. 79歲川普主導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國家，伊的健康狀況敢擋得掉這大的壓力，又閣成為外界關心的焦點。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